可虽已年过70，可他是自报上人，家财万贯。你到他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你倒是去是不去？谁是大老爷却当小女子？谁是刚到家境，我也绝不先去。好一招，立刻公堂文书写得明明白白，岂为却断了你？请问这文签之上可与小女子轻表华呀？无语，可与官兵引信？该本罪该上官兵。这文签乃是福定罪所写，要给官印也是福定罪所给。你是车里藏贼，怎怕给不得官印？陈三良，你再三不肯离开武定罪，莫非在哪里我还有什么牵挂不成？别无牵挂，福定罪与我的兄弟。哦，明白了。待本罪去将你的兄弟转来，和你一同在那府上前去，这地也可朝夕相见，你看是何？我那兄弟也是个做官的呢。你兄弟做官？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也做起官来了。我兄弟不但做官，还是个大官。总不为和我一样是个无品之罪吧？我兄弟的官比你还大，衙门比你还宽，机关比你还高。难道是朝廷钦差不成？真是不服气哦！你那兄弟哪年为师，哪年中举，心生名色，说说将来，再有一言差错，难免使用大义。大老爷，请听讲。陈奎大人身为情案，岂可让他自己落水为基？分明是我将他当劫了，他故意拿sin案来向我的。陈三良，你与陈大人可是一母同胞？非也。莫非是苏八姐的？也不是。插手！大胆陈三良，你与陈大人也不是同胞水族，而不是苏八姐的，分明是心开始往欺瞒官府，早晚了当。我与下人非比。讲。
不但是陈大圣的恩情，还是陈大圣的恩师。不对呀，我想这个女子有些儿才能也是有的，可也教不出状元来呀。此话未必可信。陈三娘，你自称是陈大圣的先生，不知你教他些什么？教进士资质百家，教书法梅花传题。梅花传题，想着梅花传题，我自己能写，难道他也能写的？我自己能双手书写。陈三娘，本座要看你的梅花传题写的时候，可否当堂写来？请老爷私下禀你。来，去文房私报与他。请老爷再试一次郎好。再要一次何用？小女子自幼练习，双手能写梅花传题。再记他一次。无奇不有，自己能双手写字，人家也能写得。这将这烟花女子出身为姐姐，岂不落得个笑话？像我家传语，历史之本，追忆古今，外人不知。我且问他已经在身，来，将本奏的追忆古今取来。陈三娘，本奏问你追忆古今，你可通晓么？方才让我思写梅花传题，司机又问我追忆古今，莫非他？不，我历史门中绝不会出此杂官。你真不为大？老爷这官分来，已经64卦，第28卦后面怎样讲的？第28卦名为大过，利于王恨。是啊，枯养生地，老夫得少气无不利。以此而言，老夫少气没有什么不吉利呀。老爷王夺金人，今算团聚不明，
寡民大哥是受大大的鼓错，寡闻老夫的少妻傅伯利，父是说不应于这样的事，伯利是说啥有此事，乃是大大的不吉利也。总而言之，老夫的少妻乃是大大的鼓错，大大的不吉利也。陈三娘，你这种主见从何而来？小女子这种自见，怎我一家与众不同？你说的是哪一家已经资本？家与祖传历史资本，关于几卷？空于三卷，现在何事？教育兄弟，与我表姐尚有帅何得出现？历史手笔，心不一呀！李凤鸣，你团长多少？这团长多少？200两。200两。姐姐。
放根本，后了身马，半了头气，压下女佣。
哎呀，姐姐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万望姐姐年代中报水族之情，况且我是初次社会，你就饶了兄弟这一遭吧，姐姐，姐姐。陈三娘，现在上，请受小弟一拜。你是当年的陈奎，还是今日的陈奎？这是何意？你那是当年的陈奎，为今晚受得起一吧？那是今日的陈奎，为今就受不起了。小弟乃当年陈奎，此次言的亲戚。我已派人到武定州见你，但包儿生意已不在身世，你怎么得了的长寿赐福？在这里当官司，打官司，眼底可有人子这一岁为罪，要他何用？可问当家宝儿，将我卖与张子成，我不愿前去。谁知常州知府他团长社会用人前逼我讲。眼底上有人子，送一袖这位老爷，免得姐姐再受苦也。圣他。钱财，我四山举兵难清团。来呀，我这去无上，孝子为民，拖下去打！去吧，推他！二姐，原来他就是你13多年的同胞兄弟，真是请按国法来定裁。二姐，李福明团长王法，理当严判。只是我想，俺姐父母早亡，姐弟有13多年，因而见着重负。更且读书之身，这功名来之不易。即使说犯又是俺姐的同胞兄弟，你将他关将一劫，一时经济也就是了。要是他不是我的同胞兄弟呢？这个难道在这官场之中，死了金钱就是神仙？再有这神仙金钱，神仙，难道这世上只有这神仙金钱不成？陈大人，李凤鸣该当何才？这是处罚，理当严判。这是律法，孝者为命。此次陈大人请上诉，善良劝你三
前他是哪三件？他初登仕途变社会，又在当朝不撒毛，王子犯法，使民同红。你要责罚十三次公堂。你虽在府城为买坟葬，总是生落平康。你官风中借我文明200两，说你姐姐成户口。这三么为借救你第三代。你娘我带了丰年返家乡，苦茶苦饭10次过，做一个人山清贫之高尚。10年来，他真是流连飘四方，夫人教诲贯通乡，始终虽是天公恨，回头真是好时光。这真是主官用意真诚啊！我要再带弟弟在身旁，从今到世做人从起头，叫他不做虚谋